我们谈宪法要优先谈人权保障，要有人权保障，一定要重视民主、自由的宪政体制。第二个，如果拿民国35年所制定的宪法来看的话，其实你会失望的，因为当年李登辉总统任内推动6次修宪，目前我们在台湾运作的这一部分是增修条文，也就是以台湾为发展为中心的内涵的增修条文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我们当然如果宪法或是其他的法律可以团结国人，我们当然要尊重、要采用。但是呢，如果要用来解决两岸的问题，这恐怕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始不同意中华民国的存在。中国在国际上的3阶段论讲得很清楚，世界只有一个中国，两岸同属一中，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今天在国内把中华民国当作是两岸的护国神山，这到底是要促进和平，还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？我们必须要去思考。台湾已经从专制独裁的时代走向今天民主开放的时光，我们要珍惜这一切，我们不能够走回头路，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勇往直前。未来我当总统，我一定会凝聚台湾的共识，走出一条大家团结的道路，既能够保护国家，也能够发展经济，造福全国人民。